今日我哋嚟到港鐵尋美來展，有個好靚嘅未來光影列車，可以了解新鐵路項目工程，仲有限定折抵紀念品。快啲跟我一齊參觀下！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去港鐵尋美來展。首先問你哋一個問題先，有冇睇林東個廣告啊？知唔知個主題叫咩名啊？係啦，兩位都講中咗。係啦，咁其實成個主題咧就係今日起建好未來。咁而我哋呢個展覽咧就係港鐵嘅尋美來展。好，咁首先咧就同你哋講解先。係啊，咁我今日係你哋嘅導賞員啦。好，另外就係一個大家都知道嘅地標就係屯門碼頭，咁就會係喺屯門南站。仲有就係北部都會區嗰度，就會係嚟緊新嘅北環線嘅一個地標嘅位置，係啦，咁佢會係一個新區嚟嘅。好啦，咁上面就會有呢啲嗰個站或者嗰條線嘅新地標。另外咧，係啦，你想一次過影咧，大概而家呢個位去影嘅話，都一次過可以影。所有人入晒嚟先，可以入晒嚟先。東鐵線嘅古洞站啦，咁佢會係加企咧上水至到落馬洲之間嘅，咁佢亦都會係頭先我講最快落成嘅站，同樣佢係第100個車站。OK， 前邊會有一啲資訊大家可以睇。好，我哋繼續講。A 組嘅朋友仔可以先入咗去時光隧道先，咁 B 組可以留喺呢度繼續行啲咯，然之後行一行兩邊都有手巴列車。
同香港同步發展，從前單調嘅生活都逐漸變得多姿多彩。你睇打卡位仲越嚟越多添。每條路位、每架列車都打通咗全港交通嘅任督二脈。唔單止係社區，無論衣食住行定旅遊娛樂，都總有一個港鐵站睇咗㗎。快啲嚟，一齊打個卡先！咔嚓！係未來新鐵路嘅建造工程，而家全速進行中，有深入社區嘅屯門南延線、東涌線延線，又有前景無限嘅洪水橋站同小蠔灣站，有位處新發展中心嘅東鐵線古洞站。仲有規模最大、助力北部都會區發展嘅北環線。香港未來有咁多新發展，真係令華人期待。時光之旅已經結束，記住 follow 新鐵路發展，等我哋一齊今日起建好未來。